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慧敏，我知影你真相信张友莲，也毋过即摆新闻传到安尼，已经影响选民对你的看法。安尼就开记者会，甲大家讲清楚啊！好，也毋过爱开记者会，毋是你，是张友莲。相片是为因遐传出来，应该由因向媒体解说。你爱解释啥物啊？解说迄张相片是以前翕的啊，恁的感情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毋是安尼，爱解说毋是友莲，是你。我甲你之间的传闻本来就毋是真实的，咱应该爱甲媒体讲清楚。我早就知影安尼是生火，果然。唔管啦，我要靠记者。慧敏，咱真无简单，辛辛苦苦才通过初选，你要互进前拍拼无彩讲是无？这届选举，大家早就甲市价甲涨价拔错火啊！你若讲咱无关系，会互阮爸个恁爸真歹看，选民会安怎想？你敢有考虑过后果？也毋过我无希望因为选举去伤害到友莲啊，互因兜的人误会我。张友莲甲因兜的人，暗时今日才知影你要选议员啊！假使因连一点仔风波都无法度忍受，煞落来选战是要安怎拍？我毋是要逼你，也毋过你也知影，假使这代志无处理好，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。你先冷静想看觅咧，甲真情放伫后盖主要证件，这代志我会处理。你要安怎做？毋管我安怎做，拢袂互你受到伤害。你要相信我。兄弟，你暂时莫出去，较免去拄到记者，还阁莫看网络迄寡乱七八糟的评论，影响你的心情，好无？我知影。安尼就交我处理。为什么要约我来这种所在？这真偏僻啊，较袂有记者队。敢是慧敏爱你来的？伊有要紧吗？伊真烦恼，原因你应该知影。我约你见面，
是想要请你甲伊斗3工，减轻伊的负担。请你甲媒体讲，恁早就已经分手啊，然后暂时莫甲伊见面。你即马是用什么身份来叫我做这件代志？你私底下来找我，回面敢知影？伊敢有知影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若想要甲伊斗3工，起码只会当安尼做啊。你知影回面要选举的，也毋过你敢知影？恁的关系会甲伊带来什么款的麻烦？这甲你什么地带？你谈恋爱甲我无地带，也毋过你甲我的候选人谈恋爱，这我就袂当无管。你的助理甲遐个相片传去你网络，已经伤害回面的选情了。真正伤害回面的，是你甲伊的迄张假相片。你真正确定迄张相片是假的？阮拍选战拢是有安排、有计划的，要若无，我是安怎会出现伫回面的身躯边？若毋是我，伊的支持率敢会向提悬？颠倒是你，张友莲，你的存在对回面来讲，都是无定期的炸弹啊！假使伫重要的时阵爆炸，回面伊的前途就会乌有去，谁都无材料甲伊斗相共。我考劝你以大局为重，紧离开。我甲回面的感情甲你无关系，甲选举搁较无关系。你莫掠准你2、3句话就会当影响到阮，你嘛伤看得起家己。一个有担当的查甫人，无可能互家己的查某人白白等伊10几年。在我看来，你根本毋是真心爱回面，而且你嘛无材料保护伊。继续等上去啊！看起来像我讲叫啊，张友莲，真正破坏你甲回面感情的毋是我，是你无材料。我真济啊！你紧去休困，莫受忝啊！搁较忝嘛，干那这段时间，等你好起来，咱结婚，出国度蜜月，到时阵就话你好好听话，你莫甲我话忝。林豪，我有买一个好耍的物件。当然，你哪会买世界地图？我甲你讲，这个世界地图真特别的所在是会用测试，甲去过国家测试当作记号。来，你看，这是罗西亚，过来这是土耳其，然后这个部分是欧洲。咱就为这个部分开始，一个一个慢慢画，总有一天，咱要甲规张地图拢画好满。也足济时间的。安尼有够安怎？我唔管啦，画到最后，咱连人格拢爱测试。
有啊，其实你会好起来。我知影你身体真无爽快，也毋过不准你讲实际话。你的身躯边阁有我甲卡婷，你要相信你家己，你会好起来，你会用的。卡婷，我去看伊。是安怎我有一种无开的感觉？今日无适合上课啦。电视，报纸，电视啦！张伟丽，你咧创啥？为什么还袂换衫，免上课？我是在救你呢，替你消灭证据啊！你到底咧创啥？什么啊？根本你到即摆也唔知影哦。这啊，新华小牙做姑，还佫有这。敢是咧？考试第三项，你若说你无可能是叫我练，你家去问考试的人，我应该去叫你厉害者，你才有听到白少年报道。我只是咧创啥啦？即马记者拢用伊的话黑白写。阿兄，这下你真正变做连续剧男主角啊！哦，家仔恁小弟真巧，先替你消灭证据，无互阿妈知影，你着害啊！无听着，阿嬷已经知影。袂啦，伊若是知影，厝内敢会遮安静？啊！我拢袂记咧，伊有手机会当看新闻。啊！要看什么新闻啊？阿妈，你起床啊？我起床啊！我已经去运动好啊，搁去菜市啊洗一面转来呀。对，你应该爱去上课啊呢。你即摆哪个穿困衫踮咧厝诶写创啥？哦。哎，对了，你拄则看什么新闻？我即摆来看新闻阿妈，啦。手机借我一个。哎呦，我想咱手机爱借你啊！你嘛有手机啊？是人个人用哪个借？我的手机啊，最近敢若怪怪。你的手机啊，借我一个，我查新闻看资料。我警告你哦。你这个手机啊，旧年才换哦，你莫即摆甲手机啊，搁弄歹去，搁爱找理由来换手机啊哦。我知影啦，就借5分钟就好啊。这个囡仔来怪怪。哎，啊你嘛怪怪呢哈？唔去上班徛咧遮创啥？哦，我等要出门。哦，哎，等下，阿嬷迄个报纸咧啊？我唔知影，应该在楼顶啦。楼顶啊，我来摕啦。啊，你上班开车说你哦。好。哎。
你今仔日胃口足好呢。暗时困了好，日时精神自然就会好，胃口嘛对你好。而且这早顿做了遮好食，就挡袂牢是要加食我。就只是烘吐司尔，哪有啥物好食无好食？对啦，明仔载学校有亲子教育讲座，张友月，你替阮爸去。江家庭，你是安怎？进前幼儿阿姨去学校替你处理代志，你毋是阁真无欢喜？我是真无欢喜啊，足讨厌的，你都硬要对。我大迄个时阵一直问我你是啥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。你安尼无亲无楚，害我感觉足麻烦呢。我看恁过去结婚好啊啦。我食饱，张友月，你送我去学校。哦，好。我嘛做伙去啊。袂用的，因为我要甲伊讲查某囡仔的代志，你莫得啊。我2暝就转来。两位说你。张友月，咱停者。我会安尼做，毋是为接受你，拢是为着阮爸，为着你以后就负责照顾伊。我就负责让伊欢喜，咱拢莫伫伊的面头前冤家啊！我毋知影，伊阁会当做阮爸偌久。我敢若希望，未来每一天。伊拢会当欢欢喜喜。我莫阁哭啊！你嘛莫阁哭啊！咱以后拢不准伫咧阮爸的面头前哭，安尼伊干那会阁较艰苦。有听到无？好，咱拢莫哭。这张相片到底是安怎？七哥兄，你今日上好甲我解说清楚。片兄兄，你先冷静。委员，请啉茶啦。即马什么时阵啊？我哪有心情啉茶啊？透早，主席秘书长就打电话来关心，我一句话拢讲袂出来。那无，恁亲身去甲伊解说啊？雄雄走出来，这个刘友莲是啥？甲慧敏是什么关系？片兄兄，你听我讲啊。阿伯，伊是我交往10几年的男朋友。你干嘛呢？片兄兄，对啦，也毋过因已经分手真久啊。对，因已经分手啊，有一阵仔无联络啊。我知影，我马上看。副秘书长爱咱马上看新闻。可是有第三者，迄个人绝对无可能是叫我嘞！你家去门口这个人，无应该去叫咱被害者。你想不听咱有啥被报仇啊？这查某到底是啥啊？啊？伊出来乱什么啊？伊是迪友的小妹啦。哎呀，看这新闻创啥，实在是。一个出来乱也无够，过来一个哦。慧敏，我问你，
你敢要继续选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浓烟下。一个出来的人还无够，过来一个哦。回民，我问你，你敢要继续选？要，当然要选啊！嘿兄兄，都亲像你讲的，头都已经洗落去啊！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甲伊处理好势。处理好势，代志变到安尼，这场选举吼，毋若是恁起家在选，我的头嘛洗落去啊！我无面子无要紧，阮俊清洪讲甲遮歹听，什么第三者？阿伯，俊清嘛知影我甲伊的关系，代志会变到安尼，是因为我甲俊清互翕着迄张相片，阮想讲对初选有帮助，都无解说。即摆看来，安尼做是毋对的。恁查某囝真敢讲，所以自头到尾，恁就是咧利用俊清，利用阮展家，初选通过啊，反悔啊，甲阮写甲离，徐国雄，安尼敢对？我早知影就无应该甲俊清安排去回民的办公室，互你安尼糟蹋。詹佩贤，你即马咧讲，实在足无意思的。当初咱讲好，互因两个交往看卖咧，你即马竟然推卸责任，全部撒对我的头壳顶。你哎呀，好啊啦，莫搁冤啊！政治的代志啊，莫去连累着因少年人感情的代志啦。爸，回民讲了无毋对，当初真正是为了提悬民调，才无跳出来解说。后来嘛证明才有效果啊。只是想袂到，张友莲会伫这个时阵放出其他相片来打击回民。是啊，你看，因两个少年人拢知影家己伫咧创啥。因上好是知影，我看俊清是受介意回民啊，所以才会回民讲啥拢好。我讲问恁一句，这场选举，恁敢搁要继续选？卡输无想要选就讲，阮俊清趁早退出，伊咧政治这条路，袂当有任何见笑台。当然爱继续选啊！俊清甲回民搁爱继续合作啊，对无？撇现兄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。你上好是讲话算话，若无以后，阮展家甲起家，永远都无可能搁合作。咱来走，免送啊！这詹佩贤实在是食人狗狗，讲这的话嘛伤过分啊！即马讲这嘛无路用啦，即马这情形，咱敢来当忍耐，这笔小，以后才豆豆解算。俊清，你看回民处理代志的态度，敢算得了？这件代志虽然媒体一直批评，只不过回民的民调无受到真大的影响，当选的几率也是真悬啦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回民想要当选的意志足坚定的。所以你确定要继续甲回民斗相共？冷热亲像水，来了紧嘛去了紧，感情嘛是同款，你要想清楚。我知影。
有莲，是的啦，我无想要引起更较大的风波，只会当用这种方式甲你见面。我甲阿敏骂一困啊，无甲伊管好，我嘛爱甲你回失礼。即摆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，你打算安怎处理？我想好啊，咱做伙找记者接受采访，公开咱之间的关系，互大家知影咱一直拢伫咧做伙，咱才是真正一对。你确定？安尼对你的选举敢袂有影响？加减啦，开这个记者会。第一是承认我甲俊清进前的消息，拢是为着出名，毋但选民的不满，嘛算是公开互展甲歹看，甲因拆破面，甲展甲拆破面，因就会甲全部的资源甲人拢收转去，毋但对我即届的选情会有一寡影响，就原阮爸原本打算要选立委。可能嘛会无遐尔顺利，也毋过我即摆变大想遐远啊啦。选立委是2年后的代志，这2年会发生什么代志拢真歹讲，有啥变化我嘛毋知影。卡输即届，我应该无靠展甲力量就选调议员，政治势力出现变化。阮持卡力量就真有可能超过真假。重点是，你必须要选调才会用的。假使你选调，代志可能会照你想的发展；假使无选调，安尼代志有可能会变搁较害。你真正甲我讲，无比讲出真上更较好的办法啦！我感觉即马咱2个就出面解说，就会当平息所有的风波，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！敢讲你真是毋惊，因为这件代志害你议员选袂着？惊。也毋过，我搁较惊失去你。有莲，咱即马公开参加咱之间的关系，甲大家讲，咱才是真正的一对。以后毋管我参加偌济选举，嘛袂阁有人摕我的感情甲我抹黑啊！有莲，你敢愿意站出来，甲我做伙面对？你的存在对慧敏来讲，就是无定时的搭档。到处伫重要时阵爆炸，慧敏伊的前途就会乌有去，谁拢无才调解斗相共。我可劝你以大局为重，紧离开伊。我安尼讲，敢会颠倒害到张友莲？总监，歹势，互你等足久啊！叫会输甲补充资料，敢拢有咋？拢有，即届准备足齐全的，一直会当互艾伦对咱兴华另眼相看。对啦，等下甲艾伦开完会，替我联络记者，
哦，我要针对昨个发言解说一下。好。足拄好诶，头拄张总监买阿炳替伊联络记者。伊找记者要创啥？我问阿炳，伊拢唔肯讲，敢会是甲回编辑诶代志有关系啊？陈总监，欣欣，下人已经在等您啦，这边请。好。总监，行。歹势，等我1分钟，我敲一个重要电话。歹势，不要紧，稍等者。喂，丢嘞，你敢有看到新闻啊？是的啦，我，迄讲我嘛唔知影代志会舞到安尼。遐个记者冲入来，就噼里啪啦一直问，我只是想要替你解说。无要紧，我已经甲回斌讲过啊。我知影要安怎做。安尼你要安怎做？听讲你要找记者。你哪会连这件代志嘛知影？你找记者要创啥？无啥物啊，就是想要安排专访，解说一寡代志。丢嘞，刚讲你总监，记者来啊！丢嘞，丢嘞。文琪，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，你就莫管啦。你毋是搁要甲 A 人报告？我先祝你成功，啊，加油！迄落时间，我去问一下。好。总监，时间差不多啊，行啦。哦，刚讲伊搁要甲以前共款，做出家己掠准是牺牲的戆代志。歹势，我临时有急事，临港才用。总监，歹势，歹势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张友莲，你关机创啥？你这个大戆人！刘总监，最近大家拢真好奇，你甲议员候选人徐慧敏小姐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我嘛伫咧网络顶头看到有人抛一张恁看起来真亲密的相片。新闻刚出啊？今嘛伫报啊？敢是咱女朋友？阮对大学时期就熟悉啊，嘛是对迄个时阵开始交往。其实，阮毋管是咧感情方面，或者是事业，拢是真好的共伴。阮嘛会鼓励对方去追求梦想，伊帮助我的事业，我嘛支持伊全力参加选举。啊好，安尼讲落去，咱拢免选啦。之前有人翕到伊甲詹品和李伟的公主詹俊清有亲密的行为，就是挑工炒新闻的对无？你事先敢知影这件代志？这件代志，我正经唔知影。我今日在这嘛要正式甲大家解说清楚，徐慧敏绝对无像报道写的安尼会偷车，因为在半年前，在伊选举活动开始之前，我就甲伊协议分手啊。分手啊？所以你甲徐小姐即嘛毋是男女朋友？无代志，好你家在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找友莲。你今晚袂当去找伊。我本来讲好要做伙解说，我毋知伊为什么会公开讲出迄款话，我要找伊问清楚。稍等下，你要做伙解说啥物？公开阮两个是男女朋友吗？
你敢知影你家己在创啥？我在做对的代志。张友莲今日做的，才是对的代志。骗记者、骗选民，那是对的代志啊！你哪知影伊是咧骗？反正伊真正想要甲你分手啊！你根本都无了解伊。伊安尼讲是咧牺牲伊家己，想要替我解围。我要来去找伊。你若顾头翕到你甲张友莲做伙，你要安怎解释啊？政治人物上界重要的都是信用，这道理你应该知影啊！你甲张友莲念要分手，念要和好，选民会安怎看？你是要毁掉你的政治前途是无？既然张友莲替你解围啊，你安尼做，只是害白了工。这寡效果你敢有想过？你要找伊会用的？打电话，也毋过你绝对袂当甲伊见面。咱拢欠伊一下死的。惠美，我做伊家己袂用的哦。是有啥物急事？毋是在甲艾伦开会？陈小姐，稍等一下，我替你登记做电工。哦，多谢。喂。喂，你是有啥物急事啊？敲遐济通电话。你甲记者讲啥？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甲记者讲你甲邱伟斌分手啊？伟弟，等报道出来，你就知影。对啦，你甲艾伦会议啥款有顺利无？我无甲艾伦见面，为着转去做这里做工代志，我赶转去公司，结果出车祸。你即摆在倒一间病院？好好，有我马上过去。妈，阮倒来啊！哦，妈，啊，恁出去毋是敢若一骹皮箱尔啊？哪会倒来倒两骹？妈，我甲你讲，这骹内底吼，全部拢是民风的心意啦。妈，这是花莲原住民家己做的茶啊，我是感觉这最适合你的，你拍看卖好无？哎呦，我袂啦，花洒洒这款的哦，我无介意啦。妈，你著甲收落来啦。这骹内底吼，拢是民风买互大家礼物呢。你若毋收，大家嘛拢毋敢收。安尼遮的物件，敢是白买的？好啦，你若欢喜就好啦。尤里，下课啊。应该面对，还是爱面对。阿妈，我转来啊。尤姐，来摕礼物。来。对啊，尤里，来，你看卖，这是我为你特别拣的纪念 T 恤，还阁有一顶帽啊，这拢是少年人喜意的款式，来，摕去试看卖。这种物件用网络买就有啊，搁专工买的。尤姐，哪会讲话啊？这是民风阿姨的心意，好好收落来。来，多谢。啊对啦，拄则有你讲迄个什么网络啊，我即摆看卖我的手机才想着，这是规工拢无法度耍手机啊，嘛袂当用网络。阿妈，迄咱家的 WiFi 可能又搁歹去啊。我看卖。厝内 WiFi 无问题啊，你看我手机也有信号。妈，你的手机啊，我看下。啊，就拢无。妈，你 WiFi 都无开，哪有法度用网络啦？对，毋若甲咱手机啊，
电视呢嘛共款呢，规工开哦，你看啊。阿嬷，啊，我早起起来要开电视嘛是安尼，我有打电话给迄个公司，硬来修理啦。等人修理啦。好。啊，这机上河的线无接电视，无怪无信号啊。妈，迄接头落去啊啦。我无当伊啊。妈，你搁试看卖啦。好。哎呦，这件代志，那是有人啊。啥呀？我真正唔知影。有人那就电视。我今日在这嘛要正式甲大家解说清楚，市惠敏绝对无像报道写的安尼会偷车，因为在半年前，在伊选举活动开始之前，我就甲伊协议分手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那上到安尼，医生安怎讲？无代志啦，就小可伤尔。哎，你除了分手就无爸爸啊？做你女朋友阁真衰呢，连分手这款代志拢是你家己做决定。你对齐慧敏是安尼，当初对我嘛是安尼。你敢袂当卖总是掠准家己牺牲奉献？你嘛伤看会起家己啊？我甲慧敏无分手，遐个话是超工讲互记者听的。你讲啥？我甲慧敏根本无分手，我相信伊看到遐个新闻，一定嘛会知影我咧创啥。阮拢交往14年啊，袂因为安尼就误会。所以是我家己讲，我还得是 Alan， 无甲一只手受伤坐伫遮，我到底伫创啥？你要去倒？回去公司啊，回去处理我母害去的代志。你都上到安尼啊，搁要去公司哦？我先送你回去休困啊。我无伤了真严重。你拢包到安尼啊，搁讲无严重，公司搁较着急，嘛要等伤好才处理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行啦，来，我。妈。老早，有哩啊，恁个昨是毋是少我才转来啊？我昨差不多1点外起来放尿，伊拄好转来。你敢有问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哎，我哪会敢？阿嬷，你问较好啦。来啊！大家早早。哎呀，早早。有来啦，来，早早顿哈，早早顿。我甲你讲哦，阿嬷知影你爱食豆乳啦，今日有传豆乳，你看这宜兰嘿，正秋工少芳少好食的呢，是恁爸吼甲明芳吼对宜兰炸转来啦，来食豆乳啦啊！多谢阿嬷。紧食。有人啊！食袂啦。阿嬷，爸，恁莫乌白想。我会甲记者安尼讲，是因为我无希望搁互记者摕慧敏的感情生活炒新闻，嘛想要互慧敏好好选举。所以你甲慧敏，阮只是假做分手。选举就选举，敢我是假做分手就选会条哦。有人啊，你老实讲，是毋是齐国雄要求你安尼做的？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甲任何人拢无关系。慧敏最近的选情无啥好，因为绯闻的关系，伊受到真侪批评。我听到我的女朋友洪讲伊偷车的时阵，唔免谁来逼我，我拢会徛出来替伊解围。
也毋过回民节咧，伊敢会用呢？我拢甲伊讲啊，无代志，大家放心好无？拜托诶，迄是因为你心专一，伊才无代志，受委屈的是你呢。阿兄，敢会到最后，恁假戏真做，就真正分手啊？你嫁予阿姐，你上好爱有心理准备，张家的人拢无遐尼好思考。有你的心智，一直拢是安尼啊。原来你一直拢咧骗我。你敢毋关心过我的心情？你敢毋看过我的成绩单？恁爸嘛是关心你啊。我伫甲阮爸讲话，你莫插嘴。真正是大师，果然就有气势。无法度，是有一个人对袂着我的想法啦。阮来找一个叫 Allen 的设计师，要甲伊讲合作。我今日翕相的造型顾问就是伊。Evan， 你好，我是戴文琪。我从来袂甲无采我时间的人合作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踪烟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